如果今時今日有人喺街度俾本叫《Think and Grow Rich》嘅書俾你，你第一時間一定會諗，又係啲呃人上堂嘅財商騙局，淨係諗就可以變有錢，咁世界上冇窮人啦。呢本書個名真係好標題黨，但係呢本喺1937年出版，由拿破崙希爾 （Napoleon Hill） 寫嘅《Think and Grow Rich》，至今賣咗超過1億本。無數嘅創業家、CEO 甚至億萬富翁都將佢奉為人生聖經。點解一本差唔多90年前嘅書，到今時今日仲咁有影響力？因為當年拿破崙希爾用咗足足20年時間，訪問咗當時美國最頂尖、最富有嘅500個人，包括鋼鐵大王卡內基、愛迪生、福特等等，將佢哋成功嘅共通點提煉成13個法則。今日嘅羊駝讀書會，我會幫大家抽絲剝繭，講下到底咩叫思考致富。點解有啲人日做夜做都係得個吉，有啲人就可以將大腦變成一部印鈔機？準備好未？我哋即刻拆解。法則1：慾望。你係想發達，定係一定要發達？書入面嘅第一步，所有財富嘅起點叫做強烈嘅渴望 （burning desire）。好多人會話 Anna， 我好渴望有錢啊，我日日都想中6合彩頭獎啊。我會話你嗰啲唔叫 desire， 你嗰啲叫 wish 願望，俗稱發白日夢。拿破崙希爾講嘅渴望係一種破釜沉舟、冇退路嘅執念。書入面講咗一個歷史故事，一個將軍帶兵過海去打仗，軍隊一上岸，將軍就下令將自己啲船全部燒晒。佢同士兵講：我哋依家冇船返屋企啦，一係打贏，一係死喺度。結果佢哋贏咗。當你給予自己退路，你嘅大腦就唔會發揮100%嘅潛能。如果你真係想致富，卡內基喺書度俾咗一個將渴望變成黃金嘅6個明確步驟，大家可以即刻攞張紙抄低。1、確切嘅數字，唔好講我想有好多錢，你要寫明我想賺到500萬。2、等價交換，天下冇免費嘅午餐。你要決定你願意付出咩代價去換呢筆錢，例如我每晚放工後付出3個鐘去搞網店。3、明確期限，寫低一個確實嘅死線日子。4、制定計劃，唔理你準備好未，即刻開始行動。5、寫成宣言，將上面4點寫成一段說話。6、早晚朗讀，每日起身同臨瞓前大聲讀出嚟，並且想象你已經擁有緊呢筆錢。聽落好似邪教咁，其實背後有科學根據。當你不斷重複一個清晰嘅目標，你係喺度重啟緊你大腦入面嘅網狀激活系統。你嘅大腦會開始喺生活入面自動幫你過濾同埋捕捉所有同你目標有關嘅機會同資源。法則2：自我暗示與信念。有咗渴望仲未夠，第2步亦都係全本書最神秘、最難做到嘅一部分，信念同自我暗示。可能你會話，即係對住塊鏡同自己講，我好叻，我好有錢，好尷尬喎。呢啲阿 Q 精神有咩用啊？其實呢個唔係阿 Q 精神，呢個係黑客技術，hack入你自己嘅潛意識。如果你嘅潛意識覺得你唔配有錢，就算你意識上幾想發達，你嘅潛意識都會搞禍件事。例如你會無端端拖延，投資會因為恐懼而亂咁放，遇到大客會覺得自己 handle 唔到而退縮，呢啲就係潛意識喺度扯你後腿。自我暗示
Auto-suggestion 就係強行將新嘅 code 寫入去你嘅潛意識度。點樣寫就係要加上強烈嘅情感。大腦潛意識係聽唔明邏輯嘅，佢只感受得到情緒。當你讀出你嘅致富宣言，如果你個心係平靜嘅、懷疑嘅，潛意識就唔會信你。你必須要感受到成功賺到嗰筆錢嘅喜悅、興奮、激動，甚至扮到你已經成功咗咁。Fake it till you make it。當潛意識信咗佢，就會自動導航，驅使你做出正確嘅決定。法則3：智囊團，你無法獨自成功。好啦，心態搞掂咗，我哋講啲實際嘅。書入面第9章提出咗一個改變無數人命運嘅概念 ，The Mastermind 智囊團。拿破崙希爾對智囊團嘅定義係2個或以上嘅人為咗一個明確嘅目標，以和諧嘅精神、協調知識同努力。大家知唔知汽車大王亨利·福特 Henry Ford 佢其實冇受過咩高深嘅教育。有一次，有人喺法庭上面笑佢無知，福特霸氣咁回應：我台面有一排掣。我只要撳其中一個，就可以叫到解答我任何問題嘅專家入嚟。點解我要將所有資料放入自己個腦度？你望下你身邊最常接觸嘅5個人，如果佢哋日日只係識得鬧老細、呻窮、睇八卦新聞，你嘅能量同眼界都會俾佢哋拉低。所謂1+1等於3，當2個思想正面、有強烈驅動力嘅人夾埋一齊，產生出嚟嘅創意同能量係遠超2個人嘅總和，呢個就係 Mastermind 嘅威力。咁點樣建立智囊團呢？1. 要有一班同你有共同價值觀，而且各有所長嘅人。2. 定期聚會，例如每星期1次，大家互相 brainstorm， 互相監督。3. 最緊要係和諧。如果入面有人充滿負能量或者妒忌心，個智囊團就會瓦解。你嘅知識可能有限，但透過智囊團，你可以借用其他人嘅大腦同經驗。有錢人從來唔會單打獨鬥，佢哋係用一個大腦網絡去賺錢。法則4：堅持，離黃金只有3尺。即使你有渴望、有信念、有計劃、有團隊，你都一定會遇到一樣嘢，叫做失敗。書入面講咗一個非常出名嘅真實故事，離黃金只有3尺 ，3 feet from gold。淘金熱嗰個年代，有個後生仔去西部掘金，佢發現咗礦物，於是借錢買咗好多重型機器去掘。佢好興奮，但突然之間，黃金礦物消失咗。佢再掘多咗幾個禮拜，咩都冇，最後心灰意冷，將所有機器當廢鐵賣俾一個收買佬，然後放棄返鄉下。個收買佬好聰明，佢冇自己亂掘，佢請咗個工程師嚟實地勘探。工程師計完數之後話，之前嗰個人唔識地質學，只要喺佢放棄嗰個位，再往下掘3尺，就會掘返條礦物。結果個收買佬掘多3尺，賺咗數以百萬計嘅美金。每一次巨大嘅成功之前，通常都會伴隨住一次令人絕望嘅挫折。失敗其實只係一個測試，測試你嘅渴望到底有幾強烈。好多時我哋唔係失敗喺能力不足，而係失敗喺過早放棄。當你想放棄嘅時候，同自己講多一次，可能我離黃金只係差最後3尺。Think and Grow Rich 呢本書，好多人批評佢過於唯心論，甚至話佢係吸引力法則嘅始祖，令人以為坐喺度諗就可以天降橫財。但如果你真正讀懂拿破崙希爾，你會發現佢由頭到尾都冇叫你淨係諗。由設定明確嘅代價，
你要付出咩？制定周密嘅計劃 （organized planning），組織智囊團，到雷厲風行嘅決斷力 （decision），一切嘅思考，最終都係為咗導出高質量嘅行動。財富唔會平白無事跌落你個頭度，但係如果你嘅大腦從來冇設定過我要致富呢個導航系統，你嘅雙腳就永遠唔會行上嗰條路。思想係種子，行動係澆水，兩者缺一不可。呢度係羊駝讀書會，如果你覺得呢集幫到你，打破咗一啲固有嘅財富迷思，記得撳個 like，訂閱我哋頻道，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嗰位成日想放棄嘅朋友。你嘅致富死線係幾時？你又打算用咩去交換？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當係你第一個對宇宙發出嘅宣言。我係 Anna，我哋下本書再一齊升級我哋嘅大腦。拜拜。